语言是个无所不在的小精灵，让皮侠客大为惊奇。它不只是沟通的桥梁，更反映出文化潜藏的价值观。例如在伊朗，结账时老板会跟你说：“这不用钱啦，你很棒，送你。”拜托别傻傻的把东西直接拿走啊！这是因为波斯语中有礼仪文化，要谦卑、谦卑再谦卑，来回个2、3轮，才能说出自己真正的意图。这样画中有画的情节，其实很常见，像是吼罗维打招呼都说假巴不，根本也没在管是不是用餐时间。这透露出早期农业社会民以食为天的文化特色。而在客语中，要说再见时，大家都会说张来了，这可不是什么撩妹的新玩意儿，张来了就是再来玩，不想跟你说拜拜，直接发动邀请卡结束这回合，代表哈嘎吻巴的好客精神。这些躲藏在语言深处的文化特点，也是翻译最困难的地方，所以不要再傲人家翻译飞了。但话说回来，各种语言小精灵能穿梭在台湾大街小巷，可是经过一番折腾。1951年，中华民国政府把吼罗维、哈克发各原住民族的族语都放逐边疆，通通不准说。使用这些语言的族群，头都抬不起来。后来更导致年轻一代跟老一辈的阿公阿婆，只能玩超级别，却把共同语言许多传统传不下去。到了1980年代，解严前后的台湾社会风气比较 open 了一些，大家开始为了自身权益站出来。客家子弟看在眼里，想到客语被打压的不成人形，客家文化越来越隐形，忍无可忍了。他们先是创办客家风云杂志，让客家朋友站起来，客力觉醒。之后更发起还我母语运动，要求政府全面开放客语电视节目，修改广播电视法中限制方言的条款，并且建立更多元的语言政策。时隔30年的今天，还我母语运动的诉求 check 完成，更带动客家相关政策与媒体的出现，让客家族群又能骄傲的高喊我嘿哈嘎宁。但是问题真的都解决了吗？原来不止政策打压，全球化更带着多种强势语言拔山倒树而来，许多语言的母语地位被取代，使用的人越来越少。哈克发、吼罗维各原住民族的族语都在这批洪流中载浮载沉。我都要灭顶了！快！客语初级班的报名表，赶快拿去填一填。哎呦，压力也是不用这么大。让语言活下去的方法有很多种，就像追个日韩剧、看个欧美电影一样，欣赏客语电视剧、品尝客家美食，顺便学一下菜名炒弄，都能让客语轻轻松松走入生活。说到这边，虽然有些人认为语言也有生老病死，别强求，但就像我们要维护生物多样性，语言也要维持多元性，因为它能做的不仅仅是沟通，更代表着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。要是一个语言消失了，它所蕴含的观点也会不见，最后变成全世界都在讲话，人们住进巨大的同温层，好像很舒服，但也会很无聊，没意思。所以，让我们一起认识在台湾的各种语言，对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有更多理解吧。客栈，客店，张来了，拜拜。